乡亲啊，继续这件又搁是假毒塞车，发生伫高雄。警方巡逻发现一台车违规停车，就要甲搬走。因为这个驾驶有假毒心虚，是冲撞到警用的机车，随速度来绕跑。警察惊会伤害到其他无辜的人甲车，就上准这个车辆开5枪，甲人逮捕。伫咧车顶超出着毒品，甲移送法办。起火，我只是在导航而已。警察查违停的车辆，赛车的查甫人先经验配合，不过就是歪落车。我现在依照警察职权行使法，请你配合盘查。我怎么样吗？你现在违规，我现在请你下车。经验敲电话，后一秒随吹油门逃走。你干嘛？你下车！下车！警察随夹枪断查甫人的车链啊，对方同款歪停落来。好了，你就不要跑了啦！落尾车失控，弄到路边的石壁，警察立刻去抓人。昨暝9点50，警察伫咧巡逻警卫时阵，伫咧林雅中正路和体育场路口，看到白色轿车违停，新闻到过去甲伊调查，对方拒绝零检佮逃走。过程中撞击警主机车，原警为避免自身及民众遭受危害，经喝令停车无效后，找左前轮胎射击发5枪制止。查甫人走的路段，就伫咧8里控国军病院边遐，三岛和中正路口车辆真多，尤其查甫人去抓到了后，车顶去超着毒品，经过取两块胎是依托鼻子阳性，假毒洗车，佮拄着零检，心虚想要走，加在警察开枪阻挡，会逃走800多公尺，车辆总失控弄到石壁。一个李先生进行过扣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、公共危险罪、妨害公务罪以上侦办，另外佮面对119万里的交通罚款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